创世纪第6章，邪恶的人类。人类伫地上人业哪加天，嘛有生查某囝。上帝囝看到人的查某囝水，就拣家己意爱的来做某。上主讲：人既然属活死的肉体，我的神就无要永远住伫因内面。因的岁数会当到120岁。上帝囝甲人的查某囝同房生囝，对迄时起，世间就有大汉人，因是古早出名的英雄。上主看见人伫世间犯罪真重，逐日的心思意念拢是邪恶。就因为伊做人伫世间感觉遗憾，心艰苦。上主讲：我要对世间消灭我所创造的人，嘛要消灭走兽、得病的动物甲白鸟，因为我做因了后感觉遗憾。只有挪亚得到上主的恩典。挪亚做大船。挪亚是义人，伫迄世代的人中间是顺权正直的人。挪亚甲上帝同行。挪亚有3个囝：闪、含、甲雅弗。世界伫上帝面前败坏，充满强暴。上帝看世界拢败坏，因为人伫世间的行做邪恶。上帝对挪亚讲：我决定要消灭所有的活物，因为因的强暴充满世间。我要将因甲大地做一个毁灭。你得用青碧茶做大船，船内架房间，内外顾打马家。你得安尼做大船，长133公尺，宽22公尺，悬13公尺，着做天窗，悬44公分。门做伫船边，船着做3层，分上、中、下。我要互大地大水泛滥，毁灭天下所有的活物，地上所有的生物拢会死。毋过，我要甲你立约，你甲你的囝、你的某、你的新妇，拢着入去大船内面。所有的活物，各种一对，一只公的，一只母的，你着带因入大船，互因甲恁做伙保全性命。白鸟、精星甲得病的动物，各照因的种类，一对一对带入船，保全因的性命。你着为着恁甲遐个动物积聚逐款的食物。挪亚就拢照上帝的命令去做。